景地来看到，这是云林乌山水库的水，头一届到满水位，拜二下正11点钟，自然下水，规个水下落来，看起来白茫茫，一波煞一波，这个场面真大。有真侪游客挑工走一抓，要来这翕相记录。乌山水库欠水量，伫咧今年4月进前才2成尔，本来按算到年底才会规个到满水位，落尾因为望景河雨季一日来上大雨，水库的水随便济，提早半年外，水库的水就满，才会赶紧来排水。对顶悬压落来看，水库的水是安尼青淋淋，水库的水连这个湖面，野目看去枯山细水，规片青淋淋。溢流出来的水对这个下风道安尼甲下落来，结起来白色水花啊，看着真壮观，规个景象嘛真优美。云林乌山水库伫个这个2016年的4月来完工，完工了后开始滴水，伫个25、11点的时阵，第一遍来达到满水位，水库满库自然就会溢流出来，顺势流到这个下底的梅林溪，吸引真侪游客来这欣赏美景，嘛来见证历史。好多志工都也要等候这一刻啊，史上第一次。伫个今年4月以前，乌山水库的这个滴水量敢若剩20%尔。原本估计讲，就要到年底才会当达到这个满水位。不过，伫个5、6月的时阵，望景河一直来，水真紧过来中悬，即马水位漂悬已经来到211公尺5，伊的滴水量嘛达到5085万吨。那会保护这个大坝的一个安全，所以我们每天有20万吨的水供给自来水公司。那自来水公司会供应到我们大云林地区的民生用水。乌山水库的设置，毋但会当改善抽地下水的状况，嘛会当互这个地层陷较慢一个，搁较会当保障百姓的民生用水。若水库自然溢流的这个壮观景象，嘛成做地方特有的人文景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